我見過兩種老人家，一種坐喺西貢海鮮檔前面，台布俾海風吹到噼啪響手上，拎住隻剛剛從蒸籠攞出嚟嘅九節蝦，橙紅鮮亮，蝦頭嘅膏爆晒出嚟。佢一手擰斷蝦頭，大啖吸啜，嗰啲蝦膏混住海水味同蒸氣，吱一聲飆入喉嚨。佢眯埋眼，個樣好似啱啱贏咗馬咁，滿足到不得之了。佢嗰種滿足係由靈魂深處迸發出嚟嘅，係用幾十年嘅人生歷練換翻嚟嘅嘆，唔係扮出嚟，唔係為咗影張相放上網，而係實實在在活生生嘅生命力嘅展現嘅。你望住佢，你會覺得呢個老人家好有型。佢嘅皺紋唔係衰老嘅記號，而係無數頓美食，無數次開懷大笑刻落去嘅地圖。每一條紋路都記載住一個關於味道、關於人情、關於快活嘅故事。佢唔係喺度等緊日落，佢係喺度享受緊每一寸仲屬於佢嘅光陰。呢種老人家係香港嘅寶，係真正活過嘅人版。另一種老人家身光頸靚，坐喺全城最貴嘅私人會所，嗰度嘅水晶燈璀璨奪目，空氣中浸漫住低調而昂貴嘅香薰味。成班仔女孫仔圍住佢逗佢開心，叫到成枱都係珍饈百味，原隻鮑魚扣鵝掌，上湯焗龍蝦，即燒乳豬全體，樣樣都係普通打工仔一個月嘅人工。但佢由頭到尾只係夾咗兩條用滾水淥到發黃嘅菜心，連豉油都唔敢點，因為醫生話個鈉含量要嚴格控制。佢隻手伸出去微微顫抖，唔係因為年紀大，而係因為內心嘅掙扎同埋長年累月被規條壓抑出嚟嘅神經質。你問佢點解唔試下？嗰碟烤到微微焦香，仲喺度吱吱聲，琥珀色脆皮薄嗰張紙嘅乳豬件，佢會用一種好似過來人勸誡後輩，帶住少少憐憫同無奈嘅語氣同你講：後生仔，你哋唔明㗎啦，我呢啲年紀食一啖就少幾日命，你哋青春無限，我哋呢啲機器壞咗好難整。然後佢繼續慢慢咀嚼嗰條索然無味嘅菜心，眼神空洞到好似望緊自己個墓碑咁，咀嚼嘅動作機械化到同反芻冇分別，每一啖都唔係為咗味道，而係純粹為咗維持生命跡象。我坐喺度望住，心入面即刻彈咗一句：呢啲唔係長壽，呢啲係坐監。你呢一刻唔係喺一間5星級會所，你係喺一間由你自己親手打造、戒備森嚴嘅高設防監獄入面，而你同時係囚犯、獄警同埋監獄長。你以為你守住咗條命可以同閻羅王講數，多捱幾年，其實你係親手殺死咗自己嘅生活，將餘下嘅光陰變成一個冇窗口、冇顏色、冇味道、冇溫度、冇希望嘅單人倉。命係要嚟嘆嘅，唔係要嚟守嘅。如果你活到連食乜都冇主權，連夾一嚿肥豬肉都要睇人面色憐憫嚇，嗰個鑊氣都驚緊，嗰個膽固醇指數會唔會因此飆升？咁你唔係活到100歲，你係俾呢啲冰冷嘅數字、呢啲權威嘅規矩，同埋自己內心嗰份無限放大嘅恐懼，折磨咗幾十年。你嘅生命唔係延長咗，而係被稀釋咗，稀釋到好似一碗冇落鹽冇落料，只係用滾水沖出嚟嘅味精湯。外表睇落似模似樣，但實際上寡淡無味，一啲營養都冇。今日我就要同你拆穿呢個喺我哋社會流行咗好耐，呃咗無數人嘅世紀大騙局。呢個騙局話俾你知，做人要死慳死抵，滴油不沾，清心寡慳，
時刻警惕，先叫活得健康，先叫長壽。佢將健康呢個詞語扭曲成一個絕對嘅不容置疑嘅宗教，將醫生嘅說話當成係神嘅旨意，將驗身報告當成係生死簿。我就話你知，咁樣活法，你嘅身體或者會變成一個冇菌嘅溫室，但你個心、你個腦、你嘅情感，你作為一個人最根本嘅七情六欲，好快就會全部枯死。你唔係變咗一個長壽老人，你係變咗一件保養得好好，但係完全冇靈魂嘅古董，一件古董或者會俾人放喺博物館嗰度供奉。但你作為一個人，你係想被供奉，定係想被愛，想被擁抱，想同一班老友記嘻嘻哈哈咁過日子？答案係好明顯嘅。你試下望真啲呢位唔敢食乳豬嘅老人家，佢似唔似你身邊嘅老友記？似唔似你屋企嗰個每日朝頭早擘大眼第一件事唔係感恩自己仲有呼吸，而係條件反射咁去量血壓，啲一聲吉手指驗血糖，然後跟住食嗰盤好似雀粟咁冇味冇到顏色灰沉沉嘅麥皮早餐嘅老豆老母，佢哋嘅一日之計在於神，但呢個晨早係由恐懼同數據開始嘅。佢哋俾呢個時代洗晒腦。依家係2026年，科技發達到得人驚，人工智能可以幫你診斷癌症，但同時亦都可以精準到幫你製造無盡嘅焦慮。你手腕上面嗰隻智能手錶24小時無間斷咁隱迷實你，好似一個無形嘅獄警，心跳快咗少少，只係因為你發咗個好夢，佢就嘟嘟聲警報，話你心律不正，血氧跌咗半個百分點，可能只係因為你坐姿唔好，佢就即刻出圖表，話你睡眠窒息症風險提升，深層睡眠少咗15分鐘，佢就話你身體機能喺度衰退，加速老化緊。你嘅身體本來係一個奇蹟，一個能夠自我調節、自我修復、充滿彈性嘅複雜系統，但喺呢啲科技產品嘅解讀之下，佢變成咗一個時刻都會崩壞、充滿漏洞、必須嚴密監控嘅機器。數據稍為唔靚仔，你就驚到成晚真係瞓唔着，然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你因為驚身體出事而瞓唔着，瞓唔着就令你第二日嘅身體數據更加差，你就更加驚。第二日天未光，你就即刻衝去買幾千蚊嘅保健品，咩納豆激酶，咩紅曲膠囊，咩蟲草菌絲，睇成堆成堆咁吞落肚，覺得自己為身體做咗啲嘢，好似買咗個心安。但你冇發現，你咁樣做係將自己生命嘅解釋權同主導權雙手奉送咗俾個冷冰冰嘅科技產品。你以為你係養生，你係管理健康，其實你係俾呢啲冷冰冰嘅數字綁架咗，成為咗科技同醫療權威底下嘅奴隸。你嘅身體唔係再係你用嚟嘆世界、感受擁抱、品嘗美食嘅工具，而係一個需要時刻維修、時刻監控、時刻警惕、令你焦慮不安嘅負擔。你仲記唔記得細個嗰陣物質冇咁豐富，但快樂係幾咁隨手可得？喺街邊篤串魚蛋，嗰種金黃色嘅咖喱汁混和住微辣嘅味道，竹籤拮落去嗰陣彈牙嘅質感，飲支玻璃樽可樂，嗰啲氣泡喺喉嚨度爆炸嘅刺激感，一口氣由頭淋到落腳趾尾都係爽嘅。嗰陣時冇人同你講升糖指數，冇人同你講反式脂肪，冇人喺你耳邊你話可樂會殺精魚蛋係垃圾食品，你得嘅係純粹到極點，
毫無雜質嘅滿足感。嗰種滿足感令到你嗰日跑得快啲，笑到大聲啲，同朋友玩得更加癲，成個人都好似曉發光咁。嗰種快樂係餵養你靈魂嘅食糧，係構成你美好童年回憶嘅基石。而家你呢？你食一啖白飯都要計住碳水化合物嘅克數，好似個會計師咁喺心入面打算盤，飲杯橙汁都怕果糖超標，擔心會唔會引發脂肪肝。見到件蛋糕，你腦袋入面彈出嚟嘅唔係好想食，而係呢件嘢會令我個血糖指數幾耐之後飆升。你唔單止冇咗食慾，你連對生命嗰份原始嘅慾望，嗰種對世界充滿好奇同渴求嘅本能都熄滅咗。你變成咗一個只係識得計算風險同回報嘅經濟學家，但生命從來都唔係一盤生意。蔡瀾話齋，人之所以老，唔係因為啲器官喐唔到，唔係因為啲關節硬咗，而係因為個心先死。當你每日只係聚焦喺點樣守住呢副軀殼，點樣延長個心跳，點樣令嗰啲驗身報告嘅數字靚靚仔仔，而唔係去嘆盡每一啖呼吸嘅空氣，每一啖落肚嘅滋味，每一啖落肚嘅滋味，每一個同你擦身而過嘅笑容，咁你呢個人嘅靈魂就已經萎縮咗、枯萎咗。你嘅身體數據可能好靚仔，可以去參加最佳保養獎，但你嘅精神狀態就折墮到貼地，成個氣場都散發住一種揮之不去嘅霉味同負能量。你去照下鏡，你見到嘅係一個充滿生命力嘅智者，定係一個被恐懼折磨到面容枯槁、愁眉不展嘅囚徒？好多長輩呢一世都唔係為自己活嘅，呢個係一種集體嘅悲劇。後生嗰陣為咗供樓捱羅仔，一個人做3份工，為咗仔女個學費死慳死抵，過年過節連件新衫都唔捨得買，為咗老闆嘅業績晚晚屙到3更半夜，犧牲咗健康同陪伴家人嘅時間，終於捱到60歲，頭殼頂嘅頭髮都白晒，膊頭同腰骨都勞損到咯咯聲，諗住甩欄啦，可以為自己活啦，可以攞返啲尊嚴同自由啦。結果呢，啱啱踏出公司門口，告別咗職場嘅戰場，就一腳踩咗入診所門口，變成咗為醫生同化驗報告而活，進入咗另一個更絕望、冇退休期限嘅戰場。你睇吓，而家啲老人院嘅休息室或者公園入面嗰啲晨運客，佢哋嘅話題係咩？佢哋唔係圍埋傾邊度有好嘢食，邊度有靚風景，邊套戲好睇，邊個明星有型。佢哋傾嘅係邊隻血壓藥嘅副作用最少，邊度睇專科最容易攞到位。上個禮拜血糖指數又高咗0點幾，個心好似有啲翳住。你話係咪要去通通血管？呢種對話表面係交流健康信息，實際上係一場鬥慘大會同恐懼傳播鏈。你一言我一語，將嗰啲焦慮互相放大，將死亡嘅陰影描繪得愈來愈逼真。呢種生活你覺得係長壽？我話你知呢種係叫延長死亡。你係將生命嘅時間線夾硬拉長咗，但係嗰啲多出嚟嘅日子全部都係灰色嘅，全部都係冇質感嘅，全部都係喺恐懼節制同計算中度過嘅。日日食嗰啲淡而無味，用滾水淥熟，連鹽都唔敢放多粒，有花都見唔到一滴嘅養生餐。你覺得自己好乖、好聽話、好有紀律，但係你心入面嗰份淡而無味，就好似一隻蛀蟲咁，唔單止蛀緊你嘅食慾，仲慢慢喺度蠶食緊你嘅生命意志，蠶食緊你想活下去嘅原始動力。
你有冇試過一個人坐喺電視機前面望住啲飲食節目，見到啲主持人食到油淋淋、津津有味，用嗰種誇張到死嘅表情讚嘆嗰件扒有幾 juicy，嗰嚿肥膏有幾甘香，你個心係咪會突然間抽搐一下？會唔會有一種好唔甘心、好委屈、好似俾人呃咗嘅感覺湧上心頭？如果有，恭喜你，你個靈魂仲未死得晒，你內心深處仲知道咩叫做好味，咩叫做活咗，你仲有得救，因為你對生命仍然有最基本嘅渴望。蔡瀾教我哋老咗要有任性嘅權利。呢個任性唔係叫你放縱到天昏地暗、夜夜笙歌，完全不理後果，而係你要攞返自己生命嘅駕駛執照。你唔係一部機器，冇一本說明書可以跟住嚟做。你係一個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曾經喺呢個花花世界打滾過、奮鬥過嘅人，想飲嗰啖酒就飲。唔係為咗應酬，唔係為咗買醉，而係為咗品味嗰份釀酒師嘅心意同時間嘅沉澱。想食嗰嚿肥膏就食，唔係為咗放肆，而係為咗感受嗰種入口即化、油香4日嘅感官愉悅。呢個唔係自暴自棄，而係對生命嘅尊重，係對自己過去幾十年辛苦嘅一種犒賞。當你個心係滿足嘅，當你覺得呢一日過得過癮，過得有意思，你嗰種由心而發嘅喜悅，嗰種打從心底笑出嚟嘅快樂，會帶動你全身嘅氣血流動，打通你所有阻塞嘅經絡。呢種由極致滿足感帶嚟嘅生命力，比你食10樽補充劑、做10次體檢都更有效。因為佢係由內而外、由心而發嘅自我療愈。你做個體檢都知，心情唔好、壓力大嘅時候，嗰啲數字都會特別難睇。反之亦然。你睇下，而家市面上嗰啲所謂嘅養生 Colly，佢哋包裝得好專業，着住件白袍，背後掛住一堆你睇唔明嘅證書嘅，日日同你講要生酮飲食。要短食16個鐘，要每日飲2公升水，要計住每一卡路里，要將所有食物都量化成數字。我不否定健康知識嘅價值，科學嘅進步確實幫咗好多人，但你千祈唔好走火入魔，因為當養生變成一種強迫症，當你食每一啖嘢之前都要影相俾個 app 分析營養成分，你就會失去人生最大嘅樂趣。呢個世界最可怕嘅刑罰唔係死刑，而係將你困喺一個乜都唔俾做、乜都唔俾食，所有嘢都係純白色，冇任何感官刺激嘅地方。呢種感覺，你試下去超級市場行個圈就會明。你見到啲老人家喺貨架面前拎起盒餅乾，佢嘅第一個動作唔係睇個包裝靚唔靚，唔係諗起個酸葱唔葱易食，而係反轉嚟眯起眼，好緊張咁望實背後嗰啲密密麻麻嘅營養標籤，見到鈉含量高咗少少就即刻掉頭走，好似嗰盒餅乾係炸彈咁，見到糖分多咗幾克，就個樣慌失失，如臨大敵。佢哋臉上冇購物嘅喜悅，冇發掘新產品嘅好奇，只有計算嘅焦慮同被數字追殺嘅壓迫感。成個購物過程變成咗一場考試，而佢哋永遠都覺得自己會唔合格。而家如果你唔想人生變得毫無意義，變成一個咁樣嘅驚弓之鳥，最好繼續睇落去，關注呢個頻道，因為我哋要學識做一個活得聰明嘅長者，而唔係一個被數據嚇大嘅老古董。當你為咗醫生口中嘅可能多活5年，而犧牲咗今日台面上嗰碟油光四射、
香氣撲鼻，令你垂涎欲滴嘅紅燒肉，你要衡量下呢場交易到底值唔值得？5年食之無味，戰戰兢兢，連呼吸都驚，扯到氣管嘅光陰，同今日一啖入魂，回味無窮，可以帶俾你一個下午好心情嘅快感，邊個先係真正嘅活過？答案呼之欲出，但你夠唔夠膽面對好多人唔明？人到咗我呢個年紀，望返轉頭，人生嘅走馬燈唔係由你啱啱做過啲咩組成，而係由你冇做過咩，錯過咗咩組成。最遺憾嘅唔係做錯過咩決定，因為錯咗可以改，可以吸取教訓，而係冇做過咩，冇嘗試過，冇爭取過。你怕膽固醇，怕血壓高，怕血糖飆，怕尿酸，怕呢樣怕嗰樣，你乜都怕，最後你就係失去咗嘗試嘅勇氣。你連食一啖好嘢，享受一刻味蕾嘅歡愉嘅勇氣都冇，你仲點會有勇氣去面對人生其他更嚴峻嘅挑戰？你仲點會有勇氣去接受新事物，去認識新朋友，去追求黃昏戀？你嘅身體未投降，你嘅意志力已經率先繳械，雙手舉高向恐懼稱臣。呢種絕對健康嘅緊箍咒，比起任何大病大痛，更能摧毀一個人嘅元神，更能令一個人未老先衰。因為大病大痛係肉體上嘅痛苦，有藥可醫，有醫生可幫，但呢種精神上嘅自我折磨係冇藥醫嘅，係一種慢性嘅持續嘅靈魂自殺。而且你發唔發覺，越係熱衷於守命嘅人，佢哋嘅社交圈子就會越嚟越窄，最後窄到得返一條單行道。約佢去飲茶，一坐低餐牌都未打開佢，就開始發表佢嘅飲食禁區宣言。呢樣太油唔食得，嗰樣有殼會敏感，呢啲有醬汁太鹹，嗰啲係精製碳水化合物，速成張點心紙俾佢挑剔，倒得返2、3樣可以叫，搞到成枱人都要就晒佢，氣氛尷尬到冰點，大家高高興興想分享一籠燒賣，佢就喺隔離潑冷水，話知唔知裡面啲肥豬肉有幾多？久而久之，冇人敢再約佢出嚟食飯，因為同佢食飯唔係享受，而係受罪，係一場壓力測試。朋友慢慢疏遠，飯腳一個個消失，仔女覺得佢麻煩，連孫仔女都覺得佢好鬼悶，唔想同佢玩。最後剩返佢一個人對住4面牆，孤零零咁食緊啲冇人願意共享嘅，獨沽一味健康餐，仲要欺騙自己，話我咁樣食先係最健康。孤獨先係現代社會最毒、最隱形嘅衰老催化劑。美國楊百翰大學做過一項橫跨數十年，追蹤咗超過30萬人嘅巨型研究，發現長期嘅社交孤立對健康嘅殺傷力，等同每日食15支香煙，甚至比肥胖症更加致命。佢會令你體內嘅慢性發炎指數，例如 C 反應蛋白飆升，令你嘅心血管突然出事嘅風險，比一個體重超標嘅肥仔仲要高出接近30%。你日防夜防，用晒所有意志力去防住嗰一嚿肥豬肉，結果你因為冇朋友、冇社交、冇心靈寄託，冇一個可以傾心事嘅對象，搞到成個免疫系統崩潰，身體長期處於一個低度發炎狀態，引發出更多你意想唔到嘅慢性病。呢筆帳你話點計？你千辛萬苦守緊嘅健康，到頭嚟俾孤獨呢個你完全冇理會過嘅敵人一鋪打殘。當你拒絕咗美食，其實你唔單止係拒絕咗一啖味道，你係拒絕咗一大半嘅社交生活，拒絕咗同親朋戚友共聚天倫、杯弓交錯、建立情感記憶嘅機會。
一張圓台上面擺住嘅唔單止係食物，更加係人情世故，係情感嘅紐帶，係文化嘅傳承。你細個睇住阿爸阿媽喺飯台上同朋友摸酒杯底，你學識咩叫交情。你同老婆仔女爭食一嚿雞皮，你感受到咩叫家庭溫暖。如果你連筷子都唔願意伸出嚟夾一嚿其他人熱情夾俾你嘅雞髀，你唔單止係唔俾面，你係喺度親手切斷緊同呢個世界同呢班愛你嘅人嘅連結。呢種坐監式嘅人生，你隔離飯香你都冇份聞聞。人哋講緊邊度新開咗間由米芝蓮星級大廚主理嘅餐館，唔關你事。人哋討論緊邊隻紅酒配邊隻牛扒最好飲，你亦插唔到嘴，因為你個世界淨係得燕麥片同白牙雞胸。你覺得自己好清高、好自律，好似一個苦行僧咁，好有型，但喺旁人眼中，你只係一個好難相處、周身唔自在、毫無趣味嘅悶蛋。你嘅身體或者冇病冇痛，但係你嘅社交生命作為一個群體動物嘅本質已經死咗。你以為冇朋友只係會寂寞，只係心靈上空虛咩？仲有個更可怕、更實在嘅嘢等緊你，腦退化。你知唔知道？我哋個腦係需要刺激嘅，佢唔係一個裝喺頭殼骨入面唔喐嘅死物，而係一個極其需要養分同刺激嘅器官，就好似肌肉唔喐就會慢慢萎縮一樣。你長期唔俾佢新鮮嘅衝擊，唔俾佢驚喜，唔俾佢興奮，佢就會慢慢生鏽，裡面嘅神經網絡就會因為缺乏使用而斷線萎縮。而呢啲刺激最重要、最直接嘅來源，唔係嚟自你每日食嗰啲一模一樣、冇味道、冇顏色嘅保健品，而係嚟自你嘅五感，特別係味覺同嗅覺。呢兩個感官係最原始、最直接連接到我哋大腦邊緣系統，即係情緒同記憶嘅中心嘅通道。當你夾一嚿炆到軟腍入味、骨膠原豐富到黏口嘅豬手放入口，嗰種豐腴嘅油脂香氣由舌尖衝上鼻竇，再通過嗅覺神經直接殺入你個腦嘅愉悅中樞杏仁核同海馬體，你個大腦會即刻好似放煙花咁釋放大量多巴胺。呢種物質就係身體最天然、最強效、完全冇副作用嘅青春之泉。佢令到你情緒高漲、心情舒暢，覺得世界充滿希望，甚至能夠促進神經細胞之間嘅連結，增強突觸嘅可塑性，直接減慢腦部萎縮嘅速度。英國牛津大學有研究指出，經常體驗到愉悅感嘅長者，其海馬體記憶中心嘅體積明顯大過嗰啲生活乏味嘅同齡人。相反，如果你日日食嗰啲淡茂茂、毫無層次、口感又柴又乾嘅所謂健康餐，你嘅味蕾會因為缺乏刺激而退化，你嘅嗅覺會因為冇新鮮嘢聞而變得遲鈍，你個腦接收唔到任何快樂信號，佢就會進入一種節能模式，好似一間冇生意嘅公司咁，慢慢 cut budget，熄燈縮減規模。好多老人家愈老愈呆滯，唔係因為年紀大咗個腦自然會退化，而係因為佢哋好耐冇試過俾味覺帶嚟嘅震撼喚醒過，佢哋嘅腦仲處於一個長期嘅休眠狀態。蔡瀾先生就係一個活生生嘅人版，佢活到咁大年紀，思路依然轉得快過好多年輕人，把口依然尖酸抵死，一針見血，記憶力好到可以隨口溫出幾十年前喺歐洲某個小鎮食過嘅一道菜嘅細節。你以為係天生，當然唔係。
上天唔會咁唔公平。佢係靠食出嚟嘅，佢係用佢嘅舌頭同嗅覺不斷咁為佢嘅大腦進行最頂級嘅認知訓練。佢成日話豬油係靈魂，呢句唔係講笑，更加唔係純粹為咗過口癮嘅宣傳口號。豬油嗰種獨特嘅香氣，嗰種入口即化，包裹住每一粒飯，令到平凡嘅白飯即刻變成天上美味嘅醇厚質感，係一種極致嘅感官呈現。當你食到一碗靚嘅豬油撈飯，你感受到嘅唔單止係飽肚，而係一種活着真係好嘅強烈確認，係一種同自己嘅童年同呢個城市嘅李氏文化嘅連結。呢種確認係你食幾多粒由實驗室提煉出嚟嘅奧米加3魚油丸都換唔到嘅。魚油丸係維持你呢副機器嘅潤滑劑，令啲零件冇咁易生鏽。但豬油撈飯係令你呢副機器願意繼續轟隆轟隆轉動落去，願意繼續向前行嘅燃料。菜生住酒店都要自己帶個廚師去，唔係因為佢奄尖聲悶擺架子，而係因為佢極度尊重自己條脷，尊重自己個腦，尊重生命嘅質感。佢明白好味道係對生命最後嘅致敬，係一場華麗嘅由內而外嘅抗衰老革命，係一場對抗平庸同衰老嘅日常儀式。你望下身邊嗰啲仲係龍精虎猛、聲如洪鐘，行步路都仲有風嘅老前輩，你細心觀察下，佢哋多數都係從以大魚大肉，得閒就整返兩杯無肉不歡嘅性情中人。呢個唔係偶然，背後有強大嘅心理學同生理學支撐。當你同班老友記摸住酒杯底走過3巡之後，塊面紅紅地，聲音越嚟越大，講緊以前嘅威水史，鬧緊以前嗰個討厭嘅上司，笑到嘻嘻哈哈，甚至爆兩句粗口。呢種社交場合帶嚟嘅感官轟炸，係預防腦退化嘅終極複合療法。你嘅嗅覺聞緊酒香，辨別緊係赤霞珠定係梅洛，味覺品嚐緊醇厚同單寧嘅質感，聽覺接收緊老友嘅笑聲同嗰啲講咗100次都仲係咁好笑嘅笑話，視覺望住大家眉飛色舞，表情多多，甚至連觸覺都因為碰杯拍膊頭，互相握住對方隻手而啟動，一次過將五感全部開動，而且係以最高強度嘅情緒喜悅作為背景音樂。你呢個大腦皮層就等於做咗一次劇烈嘅帶氧運動，嗰啲神經元互相擊掌，啪啪聲咁重新建立連接，建立新嘅回路。如果你為咗所謂嘅健康，一滴酒都唔敢飲，一嚿肥膏都唔敢食，推晒所有飯局，匿埋喺屋企食寡淡無味嘅晚餐，你唔係養生，你係主動將自己個腦放入一個感官剝奪嘅密室，長此落去，孤獨感就會好似潮水一樣淹沒你、侵蝕你。蔡瀾嘅智慧就係在於佢睇通咗呢個矛盾，佢用食嚟破解孤獨，用分享嚟對抗衰老。一碟精心炮製、油光閃亮、皮脆肉嫩嘅紅燒原蹄擺喺台中間，大家你一化四，我一化四，冇人客氣。嗰種爭住食唔執輸嘅樂趣，嗰種喂留返嚿膠俾我啊嘅熟絡同親切，係任何一種孤獨嘅超級食物，任何一堂冥想課程都俾唔到你嘅。講到呢度，你一定要記住，蔡瀾哲學嘅核心絕對唔係放縱，而係心情。心情先係世界上最貴、最難買得到嘅補藥，同時亦係最強、最致命嘅殺手。你有冇見過一啲老友記？佢哋非常聽話，係醫生眼中嘅模範病人，滴油不沾，早睡早起，日日晨運。
飲食清淡過寺廟嘅師傅，任何娛樂都冇，成世人就係圍住個健康報告、血壓計同藥盒轉，好似一個虔誠嘅信徒圍住個神壇咁。但最後你睇下，佢哋個樣往往都係愁眉苦臉，好似成個世界欠咗佢幾百萬咁，眉頭永遠有嚿烏雲罩住，嘴角永遠係向下彎嘅。呢類人好多時反而早就百病纏身，呢度痛嗰度痛，甚至突然間話走就走，心血管話塞就塞，醫生都解釋唔到。點解？因為佢哋活得唔過癮，活得好鬱結，佢哋每日都喺度壓抑自己嘅慾望，同自己打仗。明明經過燒臘鋪聞到陣味，見到塊燒鵝髀油光四射，啲汁滴落嚟，流晒口水都要死忍，用盡全身嘅意志力同自己講：我唔可以食，我要健康，我要長命。呢種長期嘅心理交戰，呢種對慾望嘅否定，會令你體內嘅壓力荷爾蒙皮質醇長期處於高位，好似一個水龍頭冇熄過咁。皮質醇高企有咩後果？佢就係一個無差別攻擊嘅恐怖分子，會直接摧毀你嘅免疫細胞，抑制免疫系統嘅功能，令你嘅免疫力好似漏氣嘅波咁慢慢扁晒。到時唔好講大病，連普通傷風感冒你都打唔贏，一病就要成個月先好返。呢個就係所謂嘅心理免疫力低下，你自己用意志力殺死咗自己嘅免疫系統。蔡瀾先生成日話：人生最緊要係快活，活得快活，就乜嘢病魔都行埋一邊，埋唔到你身。當你心情愉悅，你身體會釋放內啡肽同多巴胺，呢啲快樂荷爾蒙唔單止係天然嘅止痛劑，仲係免疫系統最強嘅啦啦隊嘅。佢可以令到你嘅自然殺手細胞 K cell 嘅更加活躍，更加有戰鬥力，幫你日夜喺身體裏面巡邏，剿滅嗰啲變壞嘅癌細胞同入侵嘅病毒。所以你話日日笑口常開，大魚大肉，享受人生嘅人，同一個日日愁眉苦臉、食齋佛、活在恐懼中嘅人，邊個免疫力更強？科學研究話你知，好大機會係前者，因為前者嘅心冇鬱結，氣血暢通，快樂因此喺全身流動。後者雖然食得乾淨，但個心冤屈，心入面有道永遠解唔開嘅結，氣血阻滯，經絡不通。中醫都講思傷脾，怒傷肝，恐傷腎。你長期俾呢啲由健康引發嘅負面情緒浸住，你食幾多補品都補唔返，因為你個源頭已經出咗事。呢個就帶出咗蔡瀾嗰句至理名言：要做個唔討厭且貪玩嘅老人。好多人老咗會不自覺咁變得好惹人厭，變成一個負能量黑洞。點解？因為佢哋乜都話唔得，乜都潑冷水，乜都第一時間諗到最壞嘅後果。後生仔女想帶佢去試下一間新開嘅排晒長龍嘅 fusion 餐廳，佢就話嘥錢啦，嗰啲嘢又貴又唔健康，碟碟都係啲花巧嘢，食唔飽人，返屋企淥個麵仲好。一家人興致勃勃，想趁假期去個短途旅行，酒店都睇好咗。佢就話搭飛機會腳腫，有經濟客位症候群，去到又瞓唔慣生寶床，時差又搞亂晒我食藥嘅時間，你哋自己去啦。呢啲行為，每一句說話，每一個拒絕，都係喺度消耗緊親情嘅戶口存款。仔女嘅孝心係有限額嘅，係需要被回應同被欣賞嘅。你一次又一次咁拒絕，就好似撳櫃員機不斷攞錢，但從來唔存入，遲早會俾你撳到爆卡，
到最後仔女真係唔會再叫你，因為佢哋已經預咗你嘅答案係 no， 佢哋嘅熱情已經俾你潑熄晒，然後你咪獨自面對四面牆，然後怨天尤人，同嗰啲三姑六婆訴苦，話啲仔女唔孝順，養大咗就唔理你。你望下蔡瀾佢嘅生活係點？佢呢一刻可能喺日本揾緊邊間隱蔽小店嘅天婦羅炸得最薄最脆，下一刻就去咗歐洲揾緊最臭嗰嚿芝士，再下一刻就去咗泰國街頭食嗰碗辣到飆寒嘅船河。佢忙到冇時間去理嗰啲雞毛蒜皮嘅家庭矛盾，亦冇時間去驚死，因為佢忙住生活。佢嘅人生座右銘就係想要做乜嘢就盡量去做。當你成個腦都係諗緊點樣發掘新鮮好玩嘅事物，邊度嘅茶最香，邊度嘅戲最抵死，邊間鋪頭嘅叉燒飯仲係用緊炭火燒，你根本冇空間去裝載對衰老同死亡嘅恐懼。恐懼呢樣嘢，你越俾面佢，越係 focus 喺佢身上，佢就越大到可以吞噬你。你唔理佢，當佢冇到，佢就會無癮咁走開，因為佢知道你唔係佢嘅目標客戶。人生最後嘅勝利，唔係喺你墓碑上面刻住你活咗幾多歲，100歲定102歲，而係喺你人生最後一刻，你係笑住走嘅。你係回味緊啱啱食完嗰餐好嘢，諗起都想笑，定係怨自己？點解成世都唔敢食嗰嚿東坡肉，帶住滿腔嘅遺憾同不甘離開？你想要邊種結局？自己揀，冇人可以幫到你揀。既然你明白咗個道理，問題就嚟啦。點樣先可以喺呢個充滿規矩、恐嚇同道德綁架嘅世界入面，做一個活得過癮，但又唔會真係一鋪清袋嘅有趣嘅壞老人？呢個就係我成日講嘅執生嘅藝術，係一種需要學習同練習嘅生活智慧。首先，你要打破心中嘅完美健康嘅迷思。呢個世界冇絕對嘅健康，只有相對嘅快樂。你要接受人體係有彈性，有強大嘅自我調節能力嘅。你唔係一部由廠商出廠，所有參數都要喺誤差範圍內嘅精密儀器，偶爾超出少少負荷，佢係識得自己調節返嘅。如果你下下都要 keep 住嗰啲數字，好似心跳停止咗嘅病人咁，呈一條完美嘅直線，你不如直接入實驗室做標本。蔡瀾曾經列出過佢嘅死前別吃清單，裏面有炭燒響螺、豬油撈飯、潮汕生醃蟹、法國鵝肝、意大利野菌，呢啲嘢樣樣都比現代營養學話係高危。但佢話如果連呢啲人間美味都未試過，咁長壽有咩意思？做隻千年黃伯有咩樂趣可言？你要學嘅就係呢種將體驗放喺顧忌前面嘅氣魄，唔好再做數據嘅奴隸，要做自己生命嘅主人。第一步，奪回你嘅餐桌話語權。下次仔女再喺你耳邊，用一種好似同唔懂事嘅細路仔講嘢嘅語氣話：爸媽，呢個膽固醇高啊，你唔好食啦，食咗對你冇益㗎。你唔好低頭唔出聲，好似做錯事咁。更加唔好發脾氣，大聲鬧返佢哋轉頭。你要抬起頭笑住，用一種充滿自信、淡定嘅語氣同佢哋講：我食咗70年飯，呢副機器我熟過你哋，邊度螺絲鬆咗，邊度需要加完把油，我心中有數。你哋放心，你阿爸阿媽仲有好多美食未嘆，我美食地圖仲有大把地方未去，唔會咁快收工。你呢個回應唔係駁嘴，而係一個聲明，一個宣言，話俾佢哋知
你仲係自己生命嘅話事人，你冇老糊塗，你仲有清晰嘅判斷力。你要令佢哋明白，孝順唔係控制你嘅飲食，唔係將你當成一個冇自理能力嘅 BB 咁管住，而係尊重你嘅選擇，支持你嘅快樂。當你咁樣講嘢，你身上嗰種自信嘅氣場就會即刻翻晒嚟，仔女反而會覺得你仲係好精靈，仲有主見，反而會冇咁擔心，會更加尊重你。你越係鵪鶉咁唔出聲，逆來順受，佢哋就越覺得你已經老糊塗，已經冇晒判斷能力，更加會乜都管住你，連你飲杯水嘅溫度都要干涉。第二步，學識有智慧咁食，而唔係亂咁嚟食。蔡瀾話：寵兒食豬油，但佢唔會顛倒一餐食成碗豬油撈飯，仲要加多隻生雞蛋。巧妙在於淺嘗即止，回味無窮呢8個字。你想食燒鵝，得去間老字號，斬隻髀返嚟，慢慢嘆，慢慢就嘅。搭清楚嗰陣複雜嘅油香肉味同脆皮嘅質感，食到7分滿足，覺得夠喉啦，好正就停手。呢個恰到好處嘅滿足感，會喺你嘅恰到入面回盪好耐，帶俾你嘅快樂餘韻，遠比食到頂住個胃好滯，乜都唔想做為多。你想飲酒，得開支，你儲咗好耐嘅靚紅酒，唔係用嚟劈，而係用嚟得。用個靚嘅水晶酒杯聞下，嗰陣複雜嘅果香同木桶香飲一小啖，等佢喺脷底流轉，用你個口腔每一個部分去感受佢。呢種係品味人生，係一種藝術，唔係酗酒。你要做嘅係食得貴，唔係食得多。與其用廉價嘅充滿添加劑同反式脂肪嘅零食去空虛咁填飽自己，不如用同等嘅錢去買一嚿細細嚿但係質量頂級嘅陳年車打芝士，或者去一間真正好手勢由大廚主理嘅餐廳，叫一道佢嘅招牌菜。當你追求緊質量，你自然唔會過量，因為高質素嘅食物帶俾你嘅滿足感係持久而深厚嘅。你唔需要靠量去填補心靈嘅空虛，你嘅身體同味蕾都會因此而感謝你。第3步，將享樂融入生活嘅儀式感，唔好等到大時大節、生日壽宴先敢放縱一下。你要將快樂好似儲錢咁，均勻咁分配喺你嘅日常每一日。例如每個禮拜3朝早，風雨不改，乜都唔理，唔覆 WhatsApp，唔聽電話，搭車去一間你心儀已久嘅舊式茶樓，開壺靚普洱，叫2籠即叫即蒸嘅點心，帶份你睇開嘅報紙，一個人靜靜地坐1個鐘。呢個鐘頭你唔係任何人身份，你唔係人哋嘅父母，唔係人哋嘅祖父母，唔係任何組織嘅成員，你只係一個懂得享受人生獨立自主嘅個體。呢種定期嘅自我犒賞係極之重要嘅心靈錨點，佢會令你對整個禮拜都有期盼，令你覺得生活有滋味、有節奏。又或者同你個老伴、你個老友記約定，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五去打債一間新嘅酒店，食個下午茶，着得靚靚地，唔准傾啲煩惱事，唔准講是非，唔准呻病痛，只准傾風月、傾往事，傾邊度有靚風景，傾下一站去邊度玩。呢啲儀式就係你對抗平凡同衰老嘅最有效武器。佢哋提醒緊你，你唔係喺度捱日子倒數緊，你係喺度過日子，享受緊每一刻。第4步，處理好親情勒索同道德捆綁。有好多人臨老唔敢使錢，唔敢去享受，唔敢對自己好啲，係因為佢哋心入面有條刺，覺得要留多啲錢俾仔女，
要留多層樓俾後代，要確定佢哋嘅人生路行得平坦啲。如果自己大魚大肉去旅行享受人生，就好似對唔住下一代咁，有一種罪惡感。呢種諗法害死好多人，係一個美麗但致命嘅陷阱。蔡瀾點講？佢一針見血咁啊，話個仔女，不如我留錢俾佢做乜？盞俾佢敗晒仔女叻過我，留錢俾佢又做乜？佢自己都揾到。你仔細諗下，呢句說話係咪好似一盆冰冷嘅水兜頭淋醒你？你辛苦咗一世，捱大咗仔女，供完大學，甚至幫手湊大咗孫，你嘅人生責任已經超額完成，你嘅餘生好貴，你所剩嘅健康、體力同心力係配額制，用一日就少一日，絕對冇得返轉頭。你點可以將佢哋慳埋，最後留俾嗰啲未必識得珍惜，甚至會因為爭產而反目成仇嘅人？如果你啲仔女係孝順嘅，佢哋寧願見到你健健康康、開開心心咁周圍去玩去食，都唔想見到你死慳死抵、面黃肌瘦咁守住層樓俾佢哋。如果你啲仔女係唔孝順嘅，咁你留俾佢哋都係益咗佢哋，你自己一啲都享受唔到，何苦嚟？你要記住，你留俾下一代最好嘅遺產，唔係銀行戶口嗰幾個零，而係你活得通透、走得瀟灑嘅身影。你令佢哋知道，原來老咗可以咁樣活法，原來人生唔係只有犧牲同奉獻，原來取悅自己並唔係一種罪過。呢個觀念嘅傳承，比你留幾百萬俾佢哋更有價值，更能令佢哋終身受用。第五步，打破人際關係嘅冷感。喺呢個世代，好多人老咗，就好似患上咗社交退縮症，覺得出街好麻煩，要換衫，要搭車，不如留喺屋企睇電視睇下，手機過一日得一日。我話你知，呢個係一個死亡漩渦嘅入口。你越唔出街，你嘅世界就會越縮越細，最後縮到得返你間房咁大，你嘅眼光就會變得同個鎖匙窿一樣窄，心胸都會跟住變得狹窄㗎。你要逼自己，係冇錯，係逼時裝片咧，係逼自己走出舒適區，去報名參加一啲你有興趣但係一直冇時間學嘅嘢，書法、篆刻、畫畫、粵曲、攝影，甚至係學點樣有系統咁品嚐威士忌或者咖啡。喺呢啲場合，你會遇到志同道合嘅人，冇人會理你幾多歲，冇人會問你血壓幾高，冇人會關心你食緊咩藥，大家只係圍繞住個共同興趣喺度傾偈，分享心得。呢種因興致而結合嘅關係，比起因為血緣而被迫捆綁嘅關係，往往更加令人身心舒暢，冇壓力。當你建立咗一個屬於自己嘅享樂朋友圈，你仲邊度得閒理嗰啲仔女有冇打電話俾你？你仲邊度得閒去理會嗰啲三姑六婆嘅家庭糾紛？你忙住生活，忙住玩，忙住嘆世界，呢啲快樂嘅忙碌就係最強嘅抗氧化劑，係令你保持年輕心態嘅秘訣。最後你要睇穿生死。蔡瀾面對生死極之豁達，佢嘅態度係真正嘅瀟灑。佢話過，未死之前都叫活着。既然你仲活着，心口仲有氣，你就應該要將呢一刻活得最燦爛，好似煙花一樣，哪怕只係一瞬間。唔好成日喺度疑神疑鬼，自己嚇自己，諗住如果我夾硬食呢嚿肥豬肉，我會唔會聽日就中風？血管會唔會即刻塞咗？你咁樣諗，即係你為咗聽日一個未必會發生嘅危險，而佢放棄咗今日絕對可以掌握隨手可得嘅快樂。
呢個交易蠢過豬，係世界上最唔公平、最愚蠢嘅交易。就算真係咁唔好彩，聽日中咗風，你諗翻轉頭，喺你失去意識之前，你至少尋日係笑住食完人生最後一餐好嘢，而唔係喺度後悔自己臨死都仲食緊白間西蘭花，怨自己點解對自己咁刻薄。呢個心態就係豁達，就係放得低。當你唔再怕死，死對你嚟講只係一個必然會到來嘅結局，而唔係一個時刻懸喺頭頂嘅威脅，你就真正咁自由。因為冇嘢可以勒索到你，冇健康警告可以嚇到你，冇權威可以壓到你，冇人可以用為你好3個字嚟剝削你享受生命嘅權利。你就係自己嘅神。各位辛苦咗一世嘅老友記，望住你哋，我就好似見到香港呢個城市嘅縮影，曾經咁輝煌，咁有生命力，咁有衝勁，但近年好似俾好多規矩、好多憂慮、好多不知所謂嘅恐懼綁住咗手腳，變得唔識笑、唔識玩、唔識放鬆，成日都好似驚呢樣驚嗰樣。我今日講咁多，口水都乾，係想提翻你嗰份沉睡咗嘅原始嘅生命力，唔好再被嗰啲所謂嘅養生規矩、嗰啲冷冰冰嘅健康數據綁架你嘅靈魂。你嘅身體係你用嚟體驗呢個精彩世界嘅載具，而唔係要你仆心仆命、誠惶誠恐去供奉嘅神台。學蔡生咁大口食飯、大聲笑，寵意就講，唔寵意就鬧，做個真性情嘅人。保持你嘅慾望，保持你嘅火氣，保持你對呢個世界無窮無盡嘅好奇心。你對生命仲有慾望，生命先至會對你有眷戀，先至會願意留你喺度耐啲。如果你自己都生無可戀，食乜都冇味，做乜都冇癮，望住個天都覺得係灰色嘅，咁閻羅王都唔會想收你，因為你根本已經係一個活死人，留喺陽間同陰間已經冇分別。如果你聽完我呢一番肺腑之言，覺得個心口好似鬆咗少少，好似有塊大石被搬開咗，個胃口開返少少，諗起某樣美食，突然間好想即刻去食，好似有把火喺心入面輕輕點着咗，有股暖流喺身體流動。咁我今日嘅目的就達到咗。我哋呢個頻道唔係要教人點樣長命百歲，而係要同大家一齊探索點樣先可以活得過癮、老得開心。我哋就係要凝聚一班唔認命、唔肯就咁樣老去，仲想喺人生下半場玩得精彩、活得像個孩子一樣快樂嘅老頑童。我哋喺度一齊圍爐取暖，一齊分享美食地圖，一齊交流，點樣可以活得更加過癮？點樣用智慧去拆解嗰啲綁住你手腳嘅規條？我哋依家正努力衝刺緊1萬訂閱呢個里程碑。呢個數字唔單止係一個目標，更加係一個象徵，一個革命嘅開始。象徵住有1萬個唔想被時代淘汰、唔想被規矩綁死、唔想再做養生奴隸嘅靈魂喺度，一齊掙脫枷鎖，一齊高呼我要做返我自己。如果你覺得我講嘅嘢啱聽，戳中咗你內心最深處嗰個傷口同渴望，請你一定要唔好吝嗇你嗰一下，東爆個訂閱掣，加入我哋呢個活得通透嘅大家庭，順便點個讚，將呢條片轉發俾你身邊嗰啲日日仲喺度食緊草，俾健康數據嚇到鼻哥窿都冇肉、鬱鬱寡歡嘅老友記，救人一命勝造7級浮屠。你將呢個唔好做養生奴隸嘅信息傳出去，分分鐘係打救緊一個被困喺恐懼同自責入面，
就快窒息嘅靈魂。最後，我好想聽下你嘅故事，記得喺留言區話俾我知，你依家最想食，但又一直俾人餓住嚇住而唔敢食嘅嗰樣嘢係咩？係咪淋滿甜豉油、入口即化嘅砵仔、鵝汁腩，定係炸到外脆內軟、香氣四溢，但俾人話係致癌物嘅炸大腸，定係一碟簡簡單單，但係要落足豬油，要炒到有鑊氣芽菜，仲要爽脆嘅豉油皇炒麵？快啲喺下面留言，我哋一齊喺留言區揾返嗰份失去咗嘅食慾，揾返嗰份對生命最原始、最純粹嘅熱愛。記住魚生好貴，唔好用嚟守規矩，要用嚟發光發亮，照耀自己，溫暖身邊嘅人。我哋下條片再見。